爱情，迄款该伤害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恨爱跳过日该命运，走身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触电，转来改写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 安姐啊，给安妮敢有4都按多钱哈？你敢要搁送一摆？嘛唔错啊，我送1多摆的呢。阿妹，哎，阿妹，你看啊！小勇啊，按做就下课了啊。 阿妹，你同我老阿去饭店太做唔错嘞啦，我眼根本你马路危险。用袂喏，记得我迄变到一个带有皮卡丘叠字的书包伫拄啊。皮卡丘的叠字，哇，这迄个幼稚园的时节喜欢的卡通诶，这都会加半年前的事情嘞。我呀，他个书包的蛋糕。 交给迄个自家做给人工的啊，你看。哦，真紧呢！哎呦，你看我个头脑有样嘿哦。小勇啊，爷妹吼长落到俩味啊，其中问得清楚，万人爱人工的，万人中意皮卡丘啊。韩讲吼，爷妹来天数存疑啊，照顾太子家，已经吼真辛苦了呢。 这阿妹下礼拜唔好讲做唔错嘞哦，系无？记得都会讲你系 trouble maker。哦，好啦，我要较注意着的啦，我唔会分太加添麻烦嘅。唔会啦。还有，唔好老是每个sản婦變到死來個間房度去啦，哎呦，種感覺呢。 真紧哦，我连sản婦就變唔錯咧。你係為安尼喏？今日雖然去跑單咯。安姐啊，你敢要吃到你自家較無基礎啊？哦，係啊。 我最近一件唔記得事情。你情形有解決啦？我咪唔確定，有一段時間嘅吧。安姐，我問你哦，嗰長風店吼，哪一隻貨講起來認真做得行啊？你要問我也種問題呢？都生氣啊，你都愛愛嘛？ 家係冇人買啊！冇啦。经过检验报告看来，不健康的细胞已经破坏李小姐的脑细胞。破坏我的脑细胞？我不太懂哎，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？你这是阿兹海默症，我建议你持续来医院追踪治疗。
有工作，我建议你先辞掉，因为你很快就会忘记怎么打电话，也不会整理东西，你会忘记自己的亲人，包括你自己，你的记忆将会完全消失。喂，素梅哦。哦，系啊，根本哦，带因去检查，医生安样讲的啦。啊，你会副作来哦？好啊，蛮好啊。好啦，那要较注意点诶。难怪阿云阿姨要同阿内病到胎记个投降哦。反正咱家看到陆上咱家中错的。还有调查银行的停放情形，原来记个不平的。如果阿妹叫我转好吗？个病情哦，将会恶化，唔会变好咧。我说阿妹会唔记得迄嘛啥？你还还唔会啦，不过高医生呢，都无人做得保证的。小勇，小勇是小还好，然后会请到请好个医生来治疗个阿妹，好冇？阿瑞，有得饭唔好讲到按时接，好冇？小勇，其实阿细阿妹，用有法度面对按勇个情形。我希望佢哦，做得面对现实的残酷。阿英姊哦，我唔记得乜嘢。唔係你下安尼討論的啦，重要嘅係三類嘅問題，都會給騙錢。係講阿姨最近得到阿茲海默症咧，該天定時間按樣與肺疫苗嘅過去，佢嘅心智能力嘛會天天的冇睇啦，甚至保密鏈。最基本嘅兒童生化功能嘛會冇睇啊，像係從牙齒、做sản婦、細菌、老惡血尿啦。小勇啊，不過醫生也有講，做得用藥物先控制啊。你们大家都在啊？用吧你啊！哎呦，小龙啊，你妈妈很好笑呢，她来我店里买鸡蛋，忘记带走就算了。干妹，你话很多哦，口渴了，来喝点茶啊。最近哦，咩咪点样诶，很奇怪哦。本来有熟悉的路，一下就变得唔认识呢。你哋會按你冇啊？喂啊！喂！阿妹，先來去房那休息好冇？小柔，你啊，叫你啊？啊？冇啦，阿妹，伊困柴啊，那有叫啊。係咪你爸打你哈？啊？我看一下。啊！我看一下，係咪佢打你啊？啊！小柔，小柔，小柔！小勇，莫叫咧，
也未个片听出会好。小勇，你先莫叫，听我讲。阿哥，叫係冇辦法解決事情嘅。我電話留下佢你尋到資料，像阿姨安樣嘅騙人哦，聽咗我用耐心、留愛心去照顧佢，還有個家庭嘅好嘅互動關係，陪伴阿姨行較好啊。故說讓人來傾下思考那聲，好冇？這樣嘅對我沒有幫助嘅，我都願意。其實係講阿姨有乜嘅講唔錯咧，按你所冇嘅講機，就冇了佢駁嘴啦。唔看咪做乜噶？總係人講你唔錯，我算冇。我以後冇會講亂講咧啦，我係驚你學細細嘅事呢，要做出來啊。我真唔會咧。沙田哦，繼續啊。哦，係講阿姨有乜嘅唔記得咧？按你做得老記寫在譜兒老雞蛋糕，睇上去啦。我試下講，我來寫。只是什麼的？還有我看有遇到我危險嘅東西，總得弄病啊。有，都搞不捱啦。我聽講伊就會留佢全部數走，嗬。過來我總得講睇見啦，就唔會恁嚟講。聽講吧。希望你本來也就安好嘅朋友，佢哋久久都係愛親好嘅兄弟姊妹。希望係自家。喏，都係一個人啊。有事情都要向下解決啊。要不一起？阿女，阿姨這個病情，親像近來更嚴重誒。你用個啥喏？小勇真經清楚過誒，因為那種事情會發生到小勇嘅身上啊。一無應該發生到乜嘅身上啊？係我嘅身上啊，啊呀係我嘅身上。一無係你阿咁嘅身上啊？阿女，你用乜用講法？我愛用講，咁用唔錯咩？我吼，請喺事都真奇怪啦，一生嘅啦發生悲劇，都要救命埋，問天公伯啊，用蠻係愛咧，啊唔過用蠻唔係愛咧。乜你希望所有事情發生到自家身上？你吼，唔係所有問題啦，你啊係愛去面對嘅問題嘛，請要去面對啊，減大事情嘅傷害。哎呀，像係食菜啊，咁咩？用嚟講，唔就有道理。唔過老小勇，你都強下，你又會判得佢按艱苦。阿女，你咁做得，唔好大件事情都按人情。亞種嘅時節，你本來知道，唔懂人麼？唔會點莫責怪人吼，唔表示佢都唔會艱苦，咩唔係表示佢嘅悲傷，然後唔判得比其他人更加少，點冇啊？小勇，祝你25歲生日快樂！談戀愛了嘛啊？
像小勇按对你下个什么的哦，一天多多说来你对你哈，阿妹哦吃得懂欢喜呢，希望你当年就懂幸福哦。阿英啊，你会按做风虫啊？哎呦，写按到个卡片哦，爱做乜嘅啊？要就会爱下本小勇的卡片啊，你看生日卡片，还有圣诞卡片嘛，我下个动作哦变得较慢嘞，真写到你身细听听。阿英，哦，错啦，等下哦写好一个卡片哦，我拜托你好冇？让我天数，留一个卡片，一年一年，基本小用，好冇？好啊，好啊，冇问题。我唔记得咯，到底此刻嘛个时间会唔记得事情，我就想利用一下还记得。就来要爱讲的话写下来。阿春姨啊，小勇也个4年了哦，从小就受到一朵苦。之前我想讲3万大兵赚钱本钱，做得本钱过好嘅日子。结果，山地都要做票。阿姨，你会好嘅啊，吼，唔是笑啦。真嘅唔記得你話真好，我驚，我唔記得嘅事情越來越多咧。有一年，我真係為了小勇唔記得。阿春姨，多時間，小勇就拜託你了，好唔好？阿姨，莫講遐個講法啦，唔管樣誒。小勇哦，迄爺的家人啊，唔定搶起愛啊，太子啊、阿瑞，聽說會照顧佢嘅，吼。很謝謝，謝謝。小勇，你想要叫都做一擺老木子流走，流到叫唔出來，暫停啦。叫睇咧，你自了開始都會做一下快樂、開朗嘅夢。同樣嘅，也是要無睇得記住。唔好本記留下遺憾。如果我到底還有個啥？小勇，我哋強顏歡笑，挺艱苦，不過。而家唔希望，人哋嘅未來可能還有嘅記住，佢還記得佢有一剎，笑起來先突然想嘅乜嘢，咁咩？
故说你莫面楚楚啊，唔好本人没个笑的，个烦恼嘞，好冇？我知了。小勇，我叫都尽量叫，我要把门呢关起来。全部太子家写的，迄个阿妹唔记得让我去杂货店，蛋糕都有写哦，还有贴图。阿妹，唔看亚种啦，阿可以色彩优雅，竟然有写色谱本你，超机车的。小荣啊，你不是对我暗好啊？因为你，我所有的事情就会唔记得了，我连你就会唔记得呢。迄个阿妹唔记得了。还不会让你记得，因为那就会阿妹嘅记载，阿妹嘅心。阿姨，我年拢头两啊，我年哦，唔会本人唔记得笑容噶。那条要天数笑容，老阿英嘅，都嗰日嘅難怪嘅。这班生人的比爱想得还较坚强，可能阿丽是错的。阿丽，你知道记忆是好也唔好啊？既然知道算命是好也唔好。我人唔讲到记忆，唔是我算命係做乜嘅啊？我哋三人吼，唔會反對算命啦。不過算命就好，無人命，就像記憶一樣啊。有好嘅，咪有壞嘅。不過無壞嘅記憶，調到營養度，不給讀死咧。
人哦都会向前行啊！哎呦，真係人生。阿瑞，你唔知道記憶係浪費時間咩？假使係歡喜嘅記憶，都唔係浪費時間啊！喲，下擺講法飄飄嘅，下擺講法要清沉默嘅。故數咧？冇啊，冇故數啊。阿瑞，佢捱乜嘢？假使捱到眼睛強用得到了阿茲海默症，佢你會用呀？佢唔記得吼，嘟嘟好啊！哎呀，我嘟嘟得重新吼做一隻新嘅形象咧。我嘛，假使吼我嘅基礎變到模糊，我都會時時日日幫你記得我啊。假使真嘅唔記得咧，我都會幫你重新認識我。哎，唔係親像當年都啲個談戀愛咩？哎，你做乜該調整嚟啊？哎，你哎呦，我又冇懂呢個，冇人咧唔記得係好咧啊？哎，你真過分咧！哎，你真過分咧！你做乜該學我講法？你做乜嘅學我講法？你喊聽聽我講。好啦，我講嚟啊！哇，哎，你講幾乜㗎？哎，電影啊！啊，我真嘅按電影哦。哎呦，點解咁嘅？哎，都配到春風嚟呢！哎呦，阿瑞呀，你又按冇聲音哦！你說的是嘛？讓阿公就好了啊！你有咩都按，鬼做下就會演呐！安姐啊，冇啦，我本來想去配幾輪教吼，本太子家按不條事啦。哎呦，你說的是幾輪教哦？我下班買轉來就好了呀！好啦，安姐。好啦，我去上班嚟啦。哎呦，等一下哦就會慢多了哦。呀一餐呢哦，條家哦動奇怪呢。明明哦，我一做就多了，佢啱我講我慢多啦，一次請我麻煩。好啦呀，再講你還有，我一定會幫你吃條路哦。太子家實在嚟感謝我叔妹，又和我女朋友為太子家準備按澎湃一餐。阿雷哥，你做乜事得喊全全先生女朋友呢？啊？冇係乜嘅啊？應該係親愛的，也係甜心，做乜事得？寶貝嘛，對不對？哎，你的用法太惡心了吧！有咩惡心？做乜講你惡心？好嘅啦，小勇啊，你以前也沒下來食飯啊？阿妹，你又會大班都按用啊？我阿姨奶。係咪你啊？小雨，阿明去上班了哦，哈，你都不看乖乖的哈。迄講哦，廿八出來了，就莫吵機啊。你們是講啊？阿妹哦，一下班你就會轉來，哈，你要乖乖的，廿八哦就唔會打你啊，哈。你
佢唔係小勇啊，佢係哆來咪啊，唔記得了啊？小勇第一鴉片啊！小勇，小勇啊，阿妹哦，老你保证，我的钱哦存大了，我就会带你离开鸦片，好吗？你去美国，好吗？好，安尼哦，你爸就唔会请到N6啥嘞啊？啊？你冇中意哦？好啊，安尼去其他的地方好吗？哈？阿个妹啊！唔是咁啊，迄阿妹本嚟是苦咧。哦，冇用。我去上班。好，去上班哦，去上班。去上班咧。好，乖乖的哦。好。什么？小柔，我叫你。阿丽，看来阿英这个表情，亲像比想象的还更严重啊！错了，哎，刚好有大天班本主医生啊，我老见哦第一下。医生用来讲啊？佢讲哦，像阿英姐啊，爱用迄骗人哦，应该要有专业嘅照顾。还有啊，要固定使用的控制病情，要么个人继续下去啊，个病情吼会恶化很较急啊。专业照顾？系啊，就像疗养院嗰啲位啊。疗养院？哦，加上英姐真紧去待疗养院，佢小勇唯一嘅精神支柱就冇咧。哦，佢小勇喊一摆。用个啥？佢还用 any 啊，除非吼你唔会答佢啦。我用的有可能唔答佢。阿对，都亚种的时间，你还有心情拿来讲笑，养书本。哎，要么我用蛮多喏。你哦，错嘞，阿英姐带疗养院，给钱要用个啥？总得，我先转去哦收集资料，看哪会干入个慈善基金会啊，做得了阿英姐天数。阿丽，让我准备一下阿英姐嘅基本资料诶，好吗？哎，对啦。晨啊，有冇你哦？总系做得本人安有安全感咯。亲像啊，容易头神痛哦，乜嘅事情啊，都唔是小人呢。真见本应安心的人，系你啊，阿丽。谁过来？来这个3出3号，谁过来？用嘅啊，送警员 call 咩？我都做会蛮多的啦。阿吕哥，你到底做乜嘅啊？昨晡日太师家都有看到小勇家咩嘅情形，佢最近哦，认唔出小勇嘅。故说我老医生讨论过，要做出决定咧。乜嘅決定啊？決定送小勇家妹去療養院。療養院？阿雷哥，你應該同小勇討論啊，唔做嘛自家決定啊。無阿姨，小勇聽咗會動艱苦啊。阿雷哥，敢唔講冇其他更較好嘅辦法咩？你最近哦，係真好嘅辦法嚟啦。假使你都為到小勇好。了產的啊，就較注意到嘅嘅情緒反應，聽出去哦，透過了段帶出去啦。阿瑞哥，阿妹，
阿妹去做的了。小勇，阿妹想起所有的事情嘞，歹势啊，除非阿妹调时间啦。我看到你叫得当伤心，我感觉我自家的心都在痛，不过又唔值得让我痛咯。你要相信，阿妹係愛你嘅，你知嗎？我真係凍驚，我驚不再會發生所不應嘅事情。可能也係阿妹寫俾你嘅最後一封信咧，因為我就唔記得你，連我自家就唔記得自家了。你千萬做得叫我啊！我嘅觀摩嘢啊，原諒阿妹，冇法度再個照顧你了。請你一定要答應阿妹，唔死來親愛的，對嗎？喂，陳澤啊！哦，晏啲咧。玲姐，你先去困下呀，你坐。要坐啊！玲姐。陳澤啊，唔通那位尋到阿英姐啊？條家下我去上課，看到阿英姐同佢記錄風不動來。阿妹，做咩啊？我讓我下去了。哎呦，你難睇用力咧。還是有阿妹。你有冇按用？小勇，我老醫生討論過咧，阿妹嘅病情吼惡化太急，故所醫生建議老佢送到療養院診療啦。療養院？唔係，我冇阿妹去療養院。所以冇阿妹喺度藥好冇？深圳醫生，同我老阿瑞個求情，冇阿妹喺度藥好冇？小勇，阿妹哦，愛專業嘅醫療人員來照顧佢啊。我冇愛，你就講我天數愛嘅，我唔管，我做得自家照顧阿妹，我做得搬出去，我為了阿妹救強下，唔好過分快咧。小勇，你平白嘅照顧阿妹啊，你咁有能力？佢係阿妹，我會照顧佢。小勇，阿妹幾件唔記得你係乜人咧？你一拖佢記住，幾件冇人，記得下咩阿妹咧啊？阿瑞，講話唔好愛自家。小勇，你要面對現實了。你此時嘅老阿妹流頭順後，係海記呢，唔係天數記呢。我會揾阿妹，我會揾阿妹啦。你就因為愛想吵啊？小勇，雖然一下阿姨唔記得你，不過本期做專業嘅治療，下禮拜哦，佢就會天天嚟記得你，唔係行較好嗎？錯啊，下擺嗌掉都會陪你去廖州站看阿姨個啦。
小荣，太一家同我上过咧，你也正经系挺好的办法。姐妹啊，娘啊哈，弟弟要欺负你哦。好啦，来，我叫你啦哈，等真呢，小瑶，我伫强颜欢笑，挺艰苦，不过伊敢唔希望，也咪嘅未来，可能有嘅基督，佢还記得佢為啥，小起來先定嘅些咁麼嘢，咁咩？阿瑞哥，我阿妹去疗养院了。疗养院俺联络好嘞，幸福基金会蛮愿意支出阿英记。出來咧，小玉，兩樣算啊。這片嘅阿姨人都挺好，媽有挺多老阿妹享用嘅人，我相信阿妹會請假好起來嘅。唔是啥，我已經啊同兩位嘅處所記錄來咧，下禮拜俺哋坐公車來了去看阿姨啊。小榮，有個小白咧。小白我留下來陪阿妹，叫我幫阿妹用去做啲對抗快細胞。不過冇小白，你唔係睡唔落覺。雖然我冇小白，不過我有太子家。希米阿姨，因為雖然上好咩，故說我唔驚咧。還有阿瑞哥講，小榮愛做一隻歡喜嘅細妹，俺用阿妹將會記得歡喜嘅愛。故說我會加油。阿瑞哥，你怪細妹最近都用辦法，秋千先生，你又成唔到啦？細鬼亂講法，然後頂錢嘅點解不愛啊？我就冇咧。應該係老師。喂，廖凱，我來台灣。小姐，多少錢？不用钱。你来拍照的？哦，算是吧，一半一半。你好幽默，一半一半，是一半拍照，一半休息，还是一个人拍左边，一个人拍右边啊？你比较幽默啦。哎呦，很多人都这样说。哎，先生，说真的，我们这里啊，很多地方很漂亮，可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哦。我可以当导游带你去哦。你人真好。我叫刘凯，请多多指教。廖凱，你真緊來啊？有冇嫌大天發呢？很臨時的，雜誌社突然要我來台灣拍一些照片，回去做專題，但我這邊人生地不熟，只好來找你哦。你不會不招待老朋友吧？哎，你講的什麼話？有問題我一定會幫忙啊。哎，我也可以幫忙。哎，過去那邊啊。哎，我家橘子剛才沒聊到。啊，不好意思哦。也不會啦。劉凱啊，是我在馬來西亞念書的同學，很好的朋友。以前啊。哎呀，遠道而來即是客嘛。哎，沒地方住是不是？我家剛好開民宿的，到我那住吧。啊？
那个，哎呀，不用客气，没有问题啦。来，走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那房间很多，而且又舒服啊。来。我恋爱了 again。哎，来，对，安尼面上咧。哎，小米啊，来天数银行电器下，孩子，老银行那个行李哦，拿一件不？哦。哎，如果啊，我天送电机啊，2000块还要你的罚金啊。7万元。唔会。你俩面上都有贴身呢，俺做你翕相模啊？当然做得啦，不过你翕较强调的哦，哎，用做个下来马来西亚观光银行来了必翕啦。没问题。好。错嘞，晨，差一点记得拿了本年，上班爱到伫马来西亚翕界，记得冇？安子说哦。哇，东江呢，村先生，一家人道哥都喺上班去马來西亞，但而晚內去了西來哦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